和记派出所的，是你报的这个是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现在医院说是心肌梗塞。我们是在那个什么？我们是在那个网络上面认识的。然后他就过来找我玩嘛。他就说要去酒吧。然后我们去了酒吧以后，我就下楼去接人，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就说他牙疼，然后重复了一下是不是那个。他喝了酒之后，他一直说他牙痛。然后他们就去给他买药，我当时坐在旁边，他就突然一下子就抽搐了，然后把我给吓坏了，然后我就立马给他们打电话说叫他回来。送到医院，在中途的时候他已经嘴唇已经发黑了，进去那个急救室的时候大概有10分钟，他们就告诉我以后人没了。其实我当时都没有想过他会这样，他以前喝那种勾兑酒还是挺能喝。要喝多少呢？大概？那种大家伙有2家伙是起码的。他酒量挺厉害的。这个朋友跟你关系好吗？是我干爹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这里是什么原因，我已经很照顾他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是他堂弟是吧？对，你能给我看一下他身份证吗？那，身份证、驾照，刚从他包里拿到的。刚从他包里面拿出来的。他有什么疾病吗？没有疾病啊，身体健康的很。在家里还一起玩拳击啊，跟他哥几个都玩拳击的。陈法医，这是当事人的包。这什么来着？双瓜？那是糖尿病的了。检查错了。